新北金山顶回灾情真严重的长兴宫，即阵附近有农民是咧抢收卡白笋，也阁有怪手进驻固定土石。原来是顶回造成市区做大水源潭溪，即回水利局是按算甲溪床贴管1米。新北市金山的长兴宫，经过顶边3道里风台侵蚀，拢也未完全好势。即回如果拄到抗雷风台，有较多机趁着风雨也未变大时阵，赶紧固定工程，避免山顶的土石搁下来。就之前有一点点塌方啊，你甲迄落修。我风台还未来，先紧来冲就对啊。伫长兴宫另外一边有种加白笋的农民，摸着风雨伫咧抢修。伊讲顶回3道里风台已经互因的产损是真严重，怎么会当抢修偌济算偌济？这加白笋一寡800个啊，已经传统袂做哩啊。个烦恼嘛是共款安尼尔，帮阮讲啊整理你的石头吼，较的一个吼，啊甲阮较的一个，阮早晚都搁种做啊。金山地区民众担心的是，顶回造成市区饮水的源潭溪，这回新北市政府已经派工程人员进行清土刷，各更点地甲溪床墩管。因这次康瑞台风来袭，我们紧急将上一次有转弯、有河水溢淹的点。先做了一个处置，那我们利用土石方跟顶块，那我们排了50个顶块，然后加高了约1米，希望这次河水不要再从这里溢出来。有防风台佫造成淹水，这回新北市金山地区做好准备，除了老街店边出门口蹲沙包，顶回淹水的知名美术馆，这回工作人员也赶紧清理河化，惊讲佫甲排水孔塌掉的，希望莫佫发生淹水的情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